着燈，能否先跟我摸下吻一吻？如果我露出了真身，可會被抱緊？驚破壞氣氛，誰都不知我心底有多暗。如本性是這麼低等，怎跟你相襯？情人如若很好奇，要有被我嚇怕的準備，試問誰可潔白無比？如何承受這好奇？答案大概似剃刀鋒利，願赤裸相對時，能夠不傷你。當你未放心，或者先不要走得這麼近。如果我露出斑點滿身，可馬上轉身。早這樣往生，如基因可以分解再裝下，從中我什麼都不要緊，假使你興奮。情人如若很好奇，要有被我嚇怕的準備，試問誰可潔白無比？如何承受這好奇？答案大概似剃刀鋒利，但你只一個人，誰沒有隱秘？幾雙手幾雙腿方會令你喜歡我，順利無阻，你愛我別管我幾雙耳朵，共我放心探討。情人如若很好奇，要有被我嚇怕的準備，試問誰可潔白無比？如何承受這好奇？你有沒有愛我的準備？若你喜歡怪人，其實我很美。